好，来继续来到新竹，爸母带着10岁后生到一间百货公司的游戏场来耍这个撸撸梯的时阵，囡仔大富翁竟然去互空芳入去的棉仔线挂着伤，这个大富翁当场就断去了。代志发生了后，这商场敢若甲撸撸梯封起来，其他游乐设施继续来营业。议员痛骂讲，根本是互小朋友陷入的危险当中。全台湾目前有9000外间的游乐设施，合计率竟然只有29%。小片内面这10岁10部囡仔手指头啊长做2截，因老母受够唔甘，本来国庆连假带后生买门票去百货公司这个室内游乐场佚佗，想不到伫耍这个出流浪的时，或者10部囡仔处落去的过程中，倒手大姑母去交到二线水所在煞断去。我就晕倒在地上，就痛哭。它的溜滑梯左边的那个位置真的很危险，它的那个棉线就变成就像一把很锋利的刀一样。代志过要1个月啊，家长想到还佫会惊，而且事后转去现场，游乐场依然继续伫营业，敢若发生意外，这个出流浪啊围起来尔。议员就认为讲，即款的游乐园暗藏危机，毋那就像无共款的主管机关，而且发生意外，根本无一个完善的停止使用的标准程序。一直到10月15号，隔周的星期四，将近1个礼拜，这个溜滑梯都没有做任何的封锁跟弥补的动作。要每日来进行游戏场的这个相思目测，专业度够不够？知道说我到了这个游戏场的检验，哪些是合格的，哪些是不符合规范的。在事发后就已经停用，而且停用到现在，我们也会从消保官去做现场的查核。那如果说有违反法律部分，我们也依规定去做裁处。其实，毋那私人的游乐场无管理，即马全台湾9000几间的游乐场，除了被查率敢若22%，合格率更加敢若29%。想要互囡仔耍甲欢欢喜喜，这做家长的都爱提心吊胆，无法度放心。